进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进去。进去吧你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没有，没有。孟瑶说的你们是谁呀？是谁要栽赃千庸和宁妃？如果你不肯开口，我就把你交给大王，让你尝尝油煎炮烙的滋味。来人，等等，我告诉你，孟瑶说的那个你们，就是勾践大王和范将军。勾践和范蠡又想做什么？并且帮你成过吴国的王后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别哭。母亲，母亲，我挑选了一张硬弓，你看看好不好？母亲怎么不说话？有什么心事吗？母亲在为我担心吧？母亲不必担心，儿会没事的。夫人，说吧。奴婢跟着孟瑶到了郑旦的宫里，到那儿他去了郑旦那儿。到了郑旦宫里，他找到了那里的侍女婉婷。今天就是这个婉婷随他一块儿来到咱们这里的。他找婉婷做什么？两个人鬼鬼祟祟的进到一个房里，听不到他们说什么。后来因为郑旦来了，奴婢才匆匆跑回来。母亲，出了什么事吗？是。刚才孟瑶和那个婉婷从我这里偷走了这个，偷走了这个。后来孟瑶又把它还回来了。孟瑶为什么要偷这个？我知道孟瑶，她不是个贪财的姑娘。就因为她不是个贪财的姑娘，所以才更加奇怪。母亲，和孟瑶来的那个侍女是郑旦宫里，这件事会不会和她有关系？我也这样想。这件事背后的主使一定是郑旦。可这郑旦要做什么？又为什么要还回来？母亲，这枚玉佩很贵重吗？不贵重，是宫里每年依照惯例赏赐给妃子们的。每个人的都一样？不，赏赐是依据品级的高低。哎，这上面有母亲的封号。好个狠毒的郑旦！母亲想到了什么？他一定想做坏事，然后把这件坏事嫁祸给我。嫁祸？对，这件东西就是用来嫁祸给我的物证，不然他不会冒这样大的风险让孟瑶来做窃贼。是不是他怕父王让母亲当上王后，所以才设下这样的计谋？他早就盯着这虚空的后位了。郑旦会这样狠毒？你还太年轻，不知道这后宫的险恶。女人们的争夺比列国争王争霸还要惨烈得多。何况，这个郑旦原本就是个心怀叵测的女人，只是不知道，她想栽赃给我的究竟是什么。秦庸，你去干什么？而去将孟瑶抓了来。我一直认为她真纯善良，我简直不敢相信她居然勾结郑旦，坑害我和我的母亲。回来，回来！母亲，我的儿子长大了，真的大了。
听着，你不能去抓他。为什么？不能打草惊蛇。你要不动声色地把事情问出来。我发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他们亲口告诉你要对公子有下手了。明州大夫已经派人混进吴军，只等机会了。你不是说孟瑶把那块玉佩又送回去了吗？是送回去了，可是勾践大王的计谋不会改变的。急了，这样能栽赃在钱雍和宁妃身上，这王后是错定无疑了。事情不会这么简单。你担心什么？孟瑶，孟瑶？姐姐为什么不问我？问你什么？人家为什么哭？如果你要告诉我，自然就会告诉我。如果你不想告诉我，我为什么要问你？那如果有人说他爱我，我该怎么相信他？看他愿不愿意，时刻都想着你，把一切都给你。那就是说，如果我爱钱雍殿下，就要肯为他付出一切。说得对。那一边是钱雍，一边是越国，我应该把自己交给谁啊？姐姐为什么叹气啊？因为我也曾经1000次、10000次的这样问过自己。那答案是什么？正是因为不知道答案，所以才叹气。你想让我怎么回答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心里想定，如果有人要害钱雍殿下，我会用我的命去保护他。难道有人要害钱雍殿下？既然没有，为什么要拿这样的问题来折磨自己？如果你不想说，就算了。我们是最要好的姐妹，在我难过的时候，都是你陪在我身边的。所以不管你遇到了什么事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担心孟瑶什么？孟瑶是暗着钱雍殿下，如果他把事情告诉宁妃，这一切就前功尽弃了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马厩。去干什么？孟瑶说出真情，这第一个受害的就是勾践大王。等等，让我再想一想，不然我走吧，迟了就来不及了。宁妃宫里的婢女已经发现你和孟瑶在一起了，这个时候你哪儿也不能去。不，来人！在。看住他，不准让他走出秦宫一步。是。夫人，放我出去吧。闭嘴！我替你去见他。见谁呀？你要见的那个人。你和钱雍殿下最近还好吗？有时候好，有时候不好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他有的时候高兴起来像个孩子，我们还一起玩2个小兔子呢。可是有的时候他又闷闷不乐，一肚子的心事。这些天根本就不理我。为什么？我刚刚才知道，他要随大殿下一道更最近的去打仗。去打仗？他说他不想连累我，可是我的心里像刀割一样，就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去打仗。我更不明白宁妃夫人为什么不阻拦他。这其中的缘由，你真的一点都没有想到吗？这是因为王后死了，大殿下成为储君的可能几乎已经没有了，而钱雍殿下很有可能成为王位的继承人。为了当上储君，宁妃夫人不得不让自己的儿子表现得更出色，不得不让他去军中为国家效力了。不希望他将来做大王呢。但是我就不明白，他为什么非要做大王啊？是啊，
也许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区别吧。我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我爱夫差大王，可是做了大王，就必须面对很多个女人。现在连我看见大王和郑旦在一起，心里都替姐姐难过。哎，千雍殿下，夫人，我刚跟梦瑶说起你，就看见你过来了。陛下是来找我吗？什么事啊？走，去那边，我有话对你讲。大王，来，你去。好。来，秋山将军说他一切都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上路。好啊。大王从早上一起来就开始心神不定的，今天可是要多加小心了。快熬到尽头了，这心里就像长了草，唯恐一步不慎，满盘皆输啊！大王说的是，行百里半九十，这最后的路更是艰险难料，我们一定要小心为上。我昨天拾了块龟背，偷偷为大王占卜，一连3次都是大吉大利之象的。当真？想不到王后还精于此道。哎，郑旦他来干什么？怎么不见婉婷？大王别慌，听他说些什么。你们在这儿等着。参见夫人。郑旦姑娘，郑旦夫人到这里来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夫人有话就请说吧。干的事已经被宁妃发现了，如果她把婉婷招出来，你们2个的命怕是难保。梦瑶现在怎么样？她在宁妃的手里。她有没有？我和你们一样，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形。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夫人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想知道的事情，当然能知道了。那婉婷呢？她在哪儿？听大王的口气，是在问我的口供了？哪里哪里。正像夫人所说，真正知道这件事情的是婉婷，寡人是担心她。她已经在我的掌控之中了。好，这就好。可怕就怕孟瑶出来指证婉婷，那我郑旦就是使出浑身解数也救不了她，更救不了你们。郑旦夫人，你现在在夫差大王面前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宠妃，只要你肯出手相救的话，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。哼，这话倒也说得不错。所以，就看我肯不肯出手了。夫人当然会出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桩计谋，为的就是你啊！只要办到宁妃和千雍，登上后位，唯有你郑旦，没有别人。怕也未必吧。别忘了，夫差大王的身边还有西施呢。西施哪里能和你相比呀？寡人早就和范蠡将军商定，想尽一切办法助夫人坐上王后。是这样吗？千真万确。我想知道，你们能为我做些什么？能做的当然很多。我们能设计栽赃宁妃，就可以设计离间西施，
让夫差彻底丧失对他的宠爱。我们还可以用重金买通伯嚭，让伯嚭在百官面前为夫人进言。总之，祝夫人登上后位，绝无问题。大王的话倒是很让人动心，不过我有些话要说在前面。夫人，请讲。其一，你们所有的计谋都不得对我隐瞒，必要的时候，由我郑旦把控一切。寡人答应。其二，孟瑶暴露，婉婷不可再用。有什么事情，我会与你们联络。好。这其三，立刻预备几名可靠的武士。武士？夫人要武士做什么？大王不必细问了吧。其四，我需要大量的珠宝为我所用。如果大王答应，作为回报，我会在夫差大王面前力保你们化险为夷，甚至有一天能够返回越国。寡人答应，寡人全都答应。那珠宝和武士什么时候能送进宫？今夜丑时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大王何出此言？当初不该拆散西施和将军的一份好姻缘。其实，有这个美貌与心机并存的郑旦，也就足够了。大王应该明白，郑旦想做的，不是如何帮助我们，是如何做上他梦寐以求的王后。这个不假。不过她能成为吴国的王后，对我们来说也是幸事啊。未必，未必。你是担心她坐上王后会伤害西施吧？不止这个，她如果当上王后，也并非没有杀人灭口的可能。你是说，她会暗中杀掉我们？不，寡人相信她不会恩将仇报，不会，绝对不会。防备之心不可无啊。将军还是在为西施讲话吧。寡人也知道西施心地善良，无欲无求。她若是能当大任，寡人绝不会和郑旦勾连的。何况，我们若不答应他，即刻便化友为敌，难逃眼前一劫啊！雅瑜，哎，大王，快，要求善来见寡人。好。哎，殿下，快看，快看呀！看什么？小兔子，殿下的那只小兔子，在哪呢？在那儿呢。哎，明明刚才还在这儿呢，怎么一转眼就没影了呢？算了吧，跑就跑了吧，早就忙得顾不上他了。殿下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吗？梦瑶，你记不记得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？我听说打仗的兵马就要出发了，那殿下是不是一起去啊？是。那你带我一起走吧。你就跟上次去越国一样啊，我可以化成男装，然后一直待在殿下的身边呢。上次去越国是随父王去巡视，这次是去打仗，你去不得。我去，我就是要去嘛。梦瑶，这不可能。别总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啊！正是因为人家长大了，所以才不能离开殿下嘛。我怕，我真怕。你怕什么？我怕。你是怕吴国不能战胜齐国？难道你是怕我会战死沙场？哎，别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。
那你究竟怕什么？我怕乾阳殿下不要梦瑶了。梦瑶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如果我以后继承了王位，我还准备让你当我的王后呢。啊？怎么？你认为不可能？父王现在已经让我的母亲来执掌后宫，那么我的母亲就很有可能成为王后。这一切都顺理成章，没有人会怀疑。你说是不是？是。可是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说，这宫里有人嫉妒我的母亲，想和她争夺后位？所以，他们不惜想出种种歹毒的办法来达到他们的目的。不错，栽赃陷害就是他们的手段之一。这场法器大战，齐国显然不是我们的对手。也许没有战死沙场，但是我却极有可能死在这后宫的阴谋里。别怕，无论你做了什么都不要怕，有我和你在一起。告诉我，是谁让你去偷我母亲的玉佩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是不是正旦宫里的婉婷？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夫人，你去见大王了。计划有变，勾践大王让我告诉你，从现在起，所有的一切由我执掌，由你执掌。你只能待在这个房子里，在梦瑶的事情没有结果之前，你哪儿也别想去。我不相信你的话，勾践大王怎么会让你执掌一切？你放我出去，马上放我出去！如果你想死，就闹我，没有人会到这儿来帮你。你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出去！我想知道，婉宁究竟是受谁指使？他们究竟要做些什么？梦瑶，说呀！去告吧，去告吧！如果你去那边能告到我，明天我怀你的西施姐姐，一定会连累她。去告呀，去告呀！你忘了，我们都是越国的子民，我们都在为越国做事。如果你背叛越国，背叛大王，现在还有脸回去祭拜我们的祖宗吗？梦瑶，你为什么不肯说？婉婷没有告诉我他是受谁的指示，也没有告诉我他们究竟要做什么，只是我猜想，他们偷走玉佩是要给夫人栽赃，给你栽赃，所以你家自己多加小心就是了。不可能没有告诉你，你也不可能不知道。陛下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做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当然不会相信你。走，去哪？去找婉婷。殿下，我和婉婷是最好的姐妹，求殿下不要为难她。我这不是为难，我必须弄清楚这阴谋的来龙去脉。求殿下放过她吧。这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在我没查清楚这桩事之前，你别想离开我。殿下要怎么审判我都可以，只是不要去找婉婷。求求殿下，求求殿下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求求殿下。好吧，但是这你也要跟我走。去哪？我母亲有话跟你说。
夫人，殿下带着梦瑶姑娘回来了。母亲，奴婢拜见夫人。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殿下了。母亲猜的不错，的确是婉婷。不过梦瑶现在很后悔，她不知道详细的情形。是这样吗？我就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，也算是一时受了迷惑。我是不会饶过那个婉婷的。她现在在哪儿？在征旦宫里。你现在派人去把她抓到这儿来。母亲，如果征旦不答应，不答应，哼，那就更说明他是这件事的主使。只要有了婉婷的口供，我看他怎么说。夫人，好，儿妻自带人去。等等，不要轻易动手，要等征旦离开。是。把他留在我这儿，你就放心吧。夫人，大王，谢谢吧。不了，当初叫秋善不要埋得太浅，真是累苦了寡人。让范将军帮帮你吧。不必，不必。天还没有黑，要不要？好，先用料草把箱子遮蔽起来。送到大王的书房去，和大王共进晚膳。现在呢？甄旦夫人正在更衣，马上就要离开。回去吧。哎，千万不要惊动她。是。夫人。都准备好了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是。我们走。站住！前庸殿下，本殿下奉大王旨意抓人，任何人不得罪。恕小奴得罪。这里是郑旦夫人的寝宫，到这里抓人是天大的事。殿下可有大王的手谕？我母亲现在已经掌管整个后宫，我还需要什么手谕？这，殿下抓的要犯是哪个？婉婷在哪？小奴没有看见。包庇的！我现在就杀了你！小奴不敢。说，人在哪？那边。上！殿下，闪开！门打开！
快把郎中叫来！父王，婉婷，怀宗是谁？是正旦宫里的婢女婉婷，她伤得很重。来人，快把婉婷姑娘扶进房里去啊！快去叫郎中啊！是。究竟怎么回事？是。禀过大王，乾隆殿下说是奉大王的谕令来捉拿要犯婉婷的，小奴不敢阻拦。乾雍，二代下过这样的谕令。二殿下，婉婷做了什么，惹得殿下要杀了她？我没有杀她，我没有杀她。没有杀她，那凶手是谁啊？我还要问问殿下，为什么要闯到我的寝宫里来？儿就说了，今天就是这个婉婷，唆使我要倒的命妃的宫里，偷走了父王赐予我母亲的玉佩。偷了你母亲的玉佩？是，而怀疑有人要用玉佩栽赃儿和母亲。梦瑶在哪里？在母亲宫里。戏子，什么在？有人把那梦瑶带到这里。是。大王。婉婷，婉婷，我的婉婷妹妹，你要挺住，郎中马上就来了。婉婷，大王，大王，婉婷虽然只是个奴婢，可是和妾妃情如姐妹，如今她却成了这个样子。父王，而当时闯进来的时候，婉婷就已经躺在那儿了。她当时手里攥着一柄短刀。父王，短刀在这儿。大王，快为她诊治。父王，当时婉婷躺在那里，手里攥着短刀，经常血流如注，而以为她极有可能是畏罪自毙。不可能！我在去见大王之前还在和他讲话，他一切都是好好的呀。那绝对不是我杀的，父王。人以为偷盗玉佩这件事一定有人主使，而一心想向他问出真相，而绝对不可能杀他呀。大王，父王，我要先听听那梦瑶怎么说。宫里人都知道二殿下和梦瑶相恋，他的话能作为凭证吗？不要再讲。戏子，大王，小奴已经派人召唤梦瑶姑娘了，请宁妃夫人和太宰大人一并到这。是。婉婷，醒醒啊！婉婷。叩见大王，叩见夫人。起来。谢大王。刚刚发生的事，太宰听说了吧？臣略听到一二。太宰掌建邦至6年，内宫的事情也是太宰分内的事，所以寡人才把你请进宫来。臣理当尽责。启禀大王，郎中到了。大王，怎么样了？这位姑娘伤势过重，虽然血已经止住，可仍在昏迷之中，尚不知能不能醒过来。去吧，去把她抬到这来。是。禀大王，宁妃夫人到了。进来吧。是。母亲，母亲。参见大王。免礼。大王，妾妃有罪。有罪？是妾妃假冒大王之命，让千雍来这里寻找婉婷，问个究竟的。这冒名之罪，罪在不赦。不，父王，这件事跟母亲没有关系，是儿自作主张。不准胡说！我没有胡说，是我。妾妃没有管教好千雍，自请大王处罚。事情还没有清楚，处罚从何而来？都起来。谢大王。大王，梦瑶姑娘带到了。
大王在此，难道一点礼数都不懂了吗？起来。是你和婉婷一起去宁妃宫里偷的玉佩。回答寡人的话，是谁主使的？为什么要偷盗玉佩？寡人在问你。大王，小奴帮着把人抬到了。 把人抬进来！婉婷，婉婷，你怎么了？婉婷，快醒醒啊！婉婷，婉婷，你快醒醒啊！快醒醒啊！王夫演下去了，是会醒过来的。你放心。 我们都是越过来的姐妹，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媚瑶姑娘，快起来，到这儿等大王，快点！梦瑶，把你知道的一切告诉大王。梦瑶，在三儿跟我说什么？你告诉大王就够了。 不是口口声声说可以为我承担一切吗？你怎么在这个时候说不出来真相？你究竟还是不是我深爱的梦瑶？我求你，你求你把真相说出来好不好？你说呀！是我害了他，是我害死了婉婷。 说实话，你听没听懂？梦瑶，说呀，说呀，是告诉他真相！这是在你父王面前不准造次。大王，梦瑶她吓坏了，现在什么也不可能说出来。 让他在这里照顾婉婷吧，等婉婷醒过来，妾妃一定会问出实情的。郑大夫人说的是。郎中，在。无论如何把这个婢子婉婷救过来，寡人正在等待她的口供。请大王放心。你们都退下。梦瑶，来，起来。 走。太宰，臣在。到书房等候寡人。是。父王，儿不该在父王面前。闭嘴！妾妃。 辜负了大王，请大王责罚妾妃。等寡人查证之后再议处。秦勇，儿在。吴齐大战在即，寡人答应你上阵杀敌。不过到了军中，你不再是王子，不再是将领，只是一名士卒。为父的话你听明白了吗？儿明白。 参见大王。
太宰，对刚才的事情，寡人想听听你有什么见教。这，一个是昏迷不醒，一个是闭口不言。臣要是说，也只能说以口无遮拦的推测之言了。你讲。臣以为，这两个婢子毕竟是两个婢子而已，关键是二人身后的主人。你是说郑旦和宁妃？恕臣直言，大王已让宁妃夫人暂时执掌后宫，那宁妃夫人当然就会有所想了。你认为她想做王后？恐怕离后位近在咫尺的女人都不会不想吧。而郑旦夫人正在迅速成为大王身边最宠爱的妃子，对于近在咫尺的后位，也难说没有觊觎的念头吧。可这样一来，这后位花落谁家，可就有一争了。眼下宁妃夫人指控偷窃玉佩的背后有阴谋，那无非指的就是郑旦夫人了。可是她这种指控，并没有可靠的证据，而郑旦夫人也指的是乾雍殿下杀了婉婷，同样是无证无据。所以，要判个谁是谁非，恐怕神仙也难呐。这么说来，又是一桩争宠争位的无头案了。大王说的不错，只是臣希望大王要以王后和魏姬氏为鉴，事缓则圆，三思而行啊。寡人刚才也想到了王后和魏姬。知道寡人为什么这么宠爱郑旦吗？因为她身上有太多魏姬的影子。魏姬的美貌尚在其次，要紧的是，她懂得取悦，懂得宽慰，懂得顺从。哎呀，是啊是啊。要是魏姬夫人现在还能在大王身边，那该多好。臣斗胆问一句：现在宫中众多夫人之中，大王最看重的是哪一位？西施。西施？啊，臣以为大王会说是郑旦夫人。寡人所有的女人，没有一个可以和西施相比。她对寡人无欲无求，没有虚假，没有矫情，没有龌龊，心中只有一个情字。寡人不该冷落了她。母亲，时而无能，连累了母亲。起来，起来！我不怪你，你到底还是个孩子，只是你千不该万不该把事情揽在自己的身上。可是孩儿不能那么看着父王那么对待母亲。你错了，只要你能平安无事，只要你能成为储君，我现在就是再受责罚，心里总还有可盼的一天。如果没了你，我早就像王后一样自己了断了。不，母亲千万不要这么想。坐下吧，和我说说话。我在想，婉婷绝对不会是自杀，可到底是谁对她下了狠手？母亲，还有一件事也很奇怪。郑旦刚刚离开宫，我们就闯了进去。可是怎么那么快，他和父王又突然返了回来？看来只有一个解释：我们中了郑旦的圈套。圈套？他料到，或者已然知道我们要趁他不在抓住婉婷，所以就抢先对婉婷下手，而后引来了你的父王。真是这样？现在就得杀了他！千万不要胡来！眼下你要千方百计保住自己，保住父王对你的信任和宠爱。善恶有报，我们迟早会有除掉他的机会。听到了吗？
夫人，这些暂且够了吧？人呢？请夫人跟我来。快，见过夫人。见夫人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全都要听郑旦夫人的调遣。是。夫人放心，他们都是忠于寡人的越国志士，个个武艺高强，未成大业，不惧一死。站下！好大的胆！西施夫人，你也敢来吗？西施，不认识。除了大王，不管是谁想要见我们夫人，都得在这儿候着。你先去通报，我们在这里等着就是了。在这儿等着吧。哼。狗眼看人低，他怎么能不认识夫人？兴许是刚来的吧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等吧。也不知道婉婷到底伤得怎么样了。西施，我一猜就是你。谁？是谁把我的姐妹西施拦在门外的？小奴眼拙，小奴知罪。来人，张20。看你的眼睛以后还拙不拙？人呢？人都死绝了吗？打！给我狠狠的打！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快快饶过他们吧。我们姐妹说话要紧。你不知道，这些人不打不长记性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，西施夫人是我最好的姐妹，无论她什么时候来都不能阻拦，听到没有？是。西施，我们走。婉婷到底怎么样了？你都听说了？今天早上刚刚听说的。她相继来了几位郎中，都说她无力回天了。什么？她失血太多，能不能活过来，就看她的造化。走，快走！梦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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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梦瑶，梦瑶，你怎么了？我是你的西施姐姐。真的，他怎么了？疯了，疯了！是宁妃吓着他了。从昨天开始就这样了，不吃不喝也不让人碰他。我刚想差人去告诉你呢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还是先去看看婉婷吧。婉婷，姐姐来看你了。熬好的药汤她喝下去了吗？回夫人，她的嘴巴闭得紧紧的，什么汤水都喂不进。那刚才来的那位郎中怎么说？说是没有几个时辰了。唉，也许这就是他的命，谁也没有办法。走，到我的房里去坐坐啊！昨天大王送来一些新奇的果品，咱们一块儿去尝尝吧。走。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我心里也挺难受的。哎，西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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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突然想到，有一个人说不定可以救下婉婷的命。谁？范蠡。范蠡，他懂医术，我亲眼看到过他抢救垂危的人。不，你不能
能去找他。为什么？我记得大王知道你过去和范蠡相爱的事啊。那又怎么样？你要是再去找范蠡，大王会不容你的。人命关天，我顾不了这么多了。西施，西施，梦瑶。 你是想跟我一起回去吗？真的，你看，他认出我了，他认出我了，太好了！也许他跟你在一起会慢慢好起来的。梦瑶，我们走。哎，你再想想我跟你说的话。夫人，这梦瑶是真疯了吧？ 管他是不是真的，我看他吓破了胆是真的。只要他知道害怕就好。再说，反正他手里没有半点证据。如果婉婷醒了，你该知道怎么办。如果他真的醒过来，你就不要再活着了。奴婢明白。 走不动了吗？啊？你要跟我说什么？我实在是听不清楚你要说什么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，再迟婉婷就真的没命了。真没想到，怎么会是你？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我有要紧的事想求将军。什么？婉婷她伤得很重，好几个郎中都说她没救了，所以我想到了将军。将军去救救她吧，要不然她就没命了。 大王，快看，是西施啊！快，说不定他能带来什么好消息呢。哎，夫人，趁现在没人。 还是送他上路吧。夫人，你文章没做完，我还要留着他。梦瑶姑娘怎么了？哎，梦瑶，别怕，她吓坏了，到现在都不吃东西，一副傻傻的样子。让我看看。哎，别怕，婉婷现在性命垂危，暂且顾不上她了。将军还是快跟我走吧。这是你的主意还是夫差的主意？当然是我。 难道非要夫差来请你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吴王的后宫眼下乱成了一团麻，王后自尽，魏姬被逐，宁妃和郑丹又斗得你死我活。婉婷究竟是他杀还是自杀，现在还没有定论。这时候你亲自来找我，要是被人利用大做文章，会招来天大的麻烦。再大的麻烦，有我一个人承担，人命关天啊！将军，就快去救救他吧。这件事发生在郑旦的宫里，
尤其要小心，绝不能鲁莽从事。难道你疑心是郑旦杀了他？现在不能断言，但他绝对难逃干系。将军为什么会这样想？郑旦可是我一起从小长大的好姐妹。可她现在已经是夫差最宠爱的女人了。那又怎么样？难道受到夫差的宠爱就要去杀婉婷吗？我不懂你的意思，更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他们在说什么？好像是说婉婷出了事。你绕到那边房后去听听。啊！你太善良了，一味的善良只会蒙住自己的眼睛。郑旦是你的姐妹，可这挡不住她的野心。在她面前，不但魏姬和宁妃是她的敌人，就连你也是她的敌人。这不可能，他会做错事，会有私心，但绝不会去害人。我们没有时间说这个了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：你肯不肯去救婉婷？自从来到吴国，婉婷为大王、为越国已经做了太多的事情，我当然应该去救她。可是郑旦对你我之间的那段往事知道得一清二楚。如果他借此蛊惑夫差的话，我不怕，只要能救婉婷，哪怕去死，我也绝不后悔。走吧。蛋蛋，我真是糊涂了，真是急糊涂了。你要说什么？早该想到的。如果夫差知道了这件事，以他的性情，也许不会加罪我，但他绝不会饶过你。你要为这件事承担太大的风险。风险本来就应该由我来承担。有你这句话，足够了。哎，使不得，快起来！他们在说些什么？婉婷像是受了重伤。什么？而且好像是危在旦夕。西施是来找范将军去救婉婷的。他因为什么受的重伤？他们说，不知道是自杀还是他杀。不，他绝对不会自杀，一定是有人对他下了手。难道孟瑶真的供出了婉婷？大王放心，婉婷会没事的。他答应去救婉婷了吗？嗯。这样是让夫差知道，他就大难临头了。旧情未了，西施来求他，范将军不去也难呐。但愿婉婷能活下去。就凭这些出色的女子，越国也绝对不会亡的。寡人总有一天会打败夫差，带他们返回越国。嗯。真的没救了。那几位郎中开的药在哪里？都在那边。带我去看看。快，去把药锅支起来。快去禀告大王。是。大王，
大王，伍子胥差人来报，他已经进入齐国的都城，正在力劝齐王放弃伐虏之战。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？我们的兵马已经在行进之中，不日便可抵达大王指定的地方。总之一切都已经安排就绪了。好，臣告退。太宰，陪寡人说说闲话吧。是。大王是不是又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？那个婢子自杀的事，太宰勘察的如何？臣严审了几个当值的工人，可是谁也没说出什么究竟来。是啊，这后宫的事是难断的。启禀大王，郑旦夫人派婢子来见他。寡人正在和太宰议政，让他候着。是。大王在心绪烦乱的时候，可以常到郑旦夫人那访问。我记得大王曾经说过，这个郑旦夫人是最懂得取悦，懂得宽慰，懂得顺从。话是不错，可是寡人恍惚觉得，自从寡人将郑旦找到身边之后，这后宫里麻烦像是增多了不少。这恐怕是因为王后的关系吧。过去王后掌管后宫，虽然魏姬夫人和宁妃常有拒约，但是经王后从中调停，倒也相安无事。那大王就少了不少的麻烦。可现在是啊，寡人对王后的事早有悔意，只是人死不能复生，每每想到此事，更让寡人对伍子胥心生愤怒。是啊，他说若不是他，寡人也不会对王后和魏姬做的那样绝情。其实更受委屈的还有西施，他们对王后和魏姬以德报怨，也是令寡人难以忘怀。大王，你要说什么？臣是说，西施还在管麻宫，这大王的馈悔随时可以完还。倒是魏姬夫人，这魏姬夫人因为神志不清，被送返了魏国。其实她比死还难受。想当年，她是何等的光彩，在列国王妃之中，绝对是一只难得的奇葩。如果大王怜惜魏姬夫人的话，真不如把她接回来。当年父王问我懂不懂自己，我说懂，因为我知道父王指的是什么。寡人并非好色，但自小就有莲花洗雨之心。我知道父王是在提醒我，身为国君，铁血与柔情不可兼得。哎呦，你看看，臣差点忘了一件更要紧的事情。什么事？这次伍子胥出使齐国，除了随行官员和门客之外，他还带去了自己的儿子。哦，这明显是在安排退路啊！哎呀，知人知面难知心呐。其实这相国平常没少表白啊，他对我们吴国、对先王、对大王是一片拳拳之心呢。看来是武家当年的灭门之祸，还让他无法释怀。那他也不应该做出这种与大王离心离德的事儿啊！这舐犊之情，人皆有之。他年事已高，说来倒也可怜。难得大王这样的仁德。你昨日严密监视伍子胥在齐国的动向，尤其是与他儿子相关的一切事情。是。大王，郑旦夫人派来的婢子说，有要紧的事情一定要现在。让他进来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叩见大王。什么事？夫人叫奴婢赶来告诉大王，西施夫人把那个范蠡请到了我家夫人的寝宫里。
做什么的？救治婉婷。寡人善忘，倒是把他扔到脑后了。求求你，快把嘴张开！如果显出要领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他就有救了。 大王，参见大王。大王，罪臣范蠡叩见大王。大王，范将军，药力起效了。 起效了，我看看。的确起效了，他体内的气血重生，一会儿就会苏醒过来。不过，罪臣还要助他一臂之力。怎么助他？罪臣要为他推拿穴道。大王。 婉婷，不要着急，你的身体还很虚弱，不过静养几天，会好起来的。是啊，一定会好过来的。大王，许久不见了，寡人险些忘掉你了。你的勾践大王还好吧？罪臣谢大王惦记。你的医术果然了得。 寡人记得你曾经救过一个叫秋蝉的姑娘，如今又救了这个婢子，难得，实在难得。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。当年我曾力邀你辅佐寡人，至今这个想法未变。如果你答应寡人，你可以替代伍子胥成为我吴国的大将军，等他告老之后，也可以授你相国之职。 能成为一人之下、万万人之上的相国，寡人希望你不要错过这样的机遇。罪臣知道，大王把能给我的都给了，人非草木，我哪有不动心的道理？可是什么？唉，可是今非昔比。如果在当初，我会求之不得。可惜木马的时间太长了。 过去的鸿鹄之志，早已荡然无存。现在一心想的，是怎么喂好大王的李飞沙。罪臣只有拜谢大王了。好一番托辞。走，到寡人书房去，我有话对你讲。先别急着说话，范将军说了，千万要静养。
先喝点水吧。夫人，怎么样，拿到了吗？批读拿到了。粥好了吗？马上就好。熬好了就拿过来。是，我要亲自动手，在他开口之前了断了他。寡人决定守在爱陵。范将军有什么见解？罪臣不敢。不过从图上看，大王的部署很完善，可稳操胜券。只不过难求速胜。可寡人要的就是速胜。难道大王不是想灭亡齐国，只是想让他称臣吗？大王不必如此。吴鲁联手夹击，灭亡齐国不是没有可能。不，这不是寡人的意思。罪臣明白了。将军明白什么？大王是怕战争持久会两败俱伤。不错，寡人意在北上征援，领霸诸侯，并不想在无期之战中伤了元气。眼下只要他称臣则已。将军认为寡人的想法不合道理吗？不，燕雀焉知鸿鹄之志？大王有大王的想法，罪臣不便多言。此外，我吴国国力有限，加之楚国虎视眈眈，寡人只能求速胜。爱陵之战，将军可有什么用兵的妙策？大王，罪臣以为，爱陵地处平原，虽说易攻难守，但是吴军远道而来，要想取胜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倘若伤亡过多，必然得不偿失。有理。离爱陵数十里之外有一片山谷，这才是歼灭齐军的最佳之地。接着说下去。大王的吴军在兵临爱陵之后，要隐而不发，让齐军抢占先机，发兵来战。这时，大王便命上军诈败，齐兵自然会紧追不舍。寡人将中军、后军都埋伏在这片山谷之中。对，此乃兵法中的关门捉贼计，就是把他们引入其中，聚而歼之。好，拿酒来。是。坐。是。过来。是。范将军，寡人有话要问你。大王请讲。有位臣子向寡人谏言，他说吴国若攻打齐国，楚国将对我吴国发难，而留守越国的臣子也将蠢蠢欲动。将军认为这话有没有道理？毒，下毒，下毒，毒死他，毒死他。时辰不早了，你该去休息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是一起从越国来的好姐妹，相信我，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的。这孟瑶是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刚刚熬了一碗参粥，无论如何，婉婷得吃点东西。孟瑶还有些糊涂，你可别介意啊。孟瑶，别胡闹了。
把你熬的粥给我看一看。你把他的疯话当真了？杀人！他杀人！放肆！我看你是装疯卖傻。来人，在，把他给我拖下去。正旦，梦游他病了，就别再吓着他了。你赶紧把他给我弄走，否则我绝不饶他。都是好姐妹，何必要这样呢？梦瑶，别怕，这里不会有人要下毒的。不信，我喝给你看。吃进去马上就会毙命的，夫人，你还是想办法怎么应对西施和婉婷吧。要是让他们见到大王，什么都迟了。